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4月29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22篇，以斯帖记第8章第1节到17节，启示录第2章第8节到11节。今日要给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犹太人。咱知影有一个较偏激的教派认为家己所信仰的耶稣是真耶稣。但是事实上，正统教会伫咧领受圣礼顶的时阵，拢会安尼宣告。既然属伫主的教会领受洗礼的兄弟，拢欢迎做伙来领受主的恩典，甲主同坐道。咱无强调咱的主是真的，别人是假的。教会认同所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的人，就算是无共款的教派的兄弟要刷回进入来，咱嘛袂要求伊重新洗礼，只有要求伊信仰告白。今日咱要对真犹太人的主题，要来扩大思考基督徒的性命。咱要安怎成做一个真犹太人？真基督徒，咱看到迄受领的犹太人伫亚哈随鲁王的时期，伫因咧面对哈曼的灭族甲威胁的下面，因怎样来活出犹太人真犹太人的性命？咱有看见特别是伫以斯帖王后咧面对哈曼王女性地位看轻，以及外邦女子身份的时阵，以斯帖要求末底改，要求犹太人拢同心为着伊祈祷。后来并请受到王的允准，会通为着家己的生存来反击。这种的同心顺服，并且勇敢来面对苦难的精神，才算是真犹太人。以斯帖记第8章第1节到17节记载，迄日亚哈随鲁王将犹太人的对敌哈曼的家产来赏赐互王后以斯帖。末底改嘛来伫王的面前，因为以斯帖已经对王讲，末底改是伊的亲人，王甲对哈曼摕转来的手指，对家己的手拔起来，来互末底改。以斯帖阁委任末底改管理哈曼的家产。后来，以斯帖阁去见王，拍伫伊的骹前，拿目屎求王阻止亚甲族的哈曼谋害犹太人的计划。王以斯帖存伊的金管，以斯帖就站起来对王讲：王若看做好，我若得到王的恩惠；王若看到这个代志妥当，我若得到王的欢喜。恳求王下诏书，撤销前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囝哈曼，计无要消灭王特省的犹太人的诏书。我哪会忍受看到家己的同胞受陷害？哪会忍受看家己的宗族受消灭？亚哈随鲁王就对王后以斯帖甲犹太人末底改讲：因为哈曼谋害犹太人，我已经将伊的家产赏赐互以斯帖。人嘛将哈曼吊死伫架顶，恁通用王的名，照恁所看做妥当的写诏书互犹太人，用王的手指刻印，用所有王的名来写。佮用王的手指刻伫诏书，无人会当取消。3月就是西元月23号，王的书记照末底改的指示，写诏书寄互犹太人，嘛送互印度到古实
共127省的总督、省长甲人士，用特省的文字、特族的语言来写，写互犹太人嘛照因的文字甲语言写。末底改用亚哈随鲁王的名义来写诏书，用王的手指刻印，将迄个诏书交互送文书的，将皇家的快马送到各所在。伫诏书的内面，王允准逐个城的犹太人自集起来保护因家己的性命。各省各族若有军兵要攻击因，通来反击杀害。消灭遐个人，嘛通来杀死因的囝甲妇人人，佮抢夺因的财产。伫亚哈随鲁王的特省，犹太人伫12月，就是阿达月13号迄日会当照安尼做。诏书的草本成做法令，对特省特族颁布，通互犹太人准备听候迄日。对因的对着报仇，遐个文书送文书的皇王的命令，赶紧骑皇家的快马出去。这个诏书嘛，伫高山城来颁布。我哋该穿蓝色、白色的条服，顶大顶的金冠冕，穿紫色的右地部的外袍，对王的面前出来。苏珊城充满欢喜快乐的声，对犹太人来讲，这是光明、欢喜、快乐、尊贵的事。王的诏书甲命令送到伫各省各城，犹太人拢欢喜快乐，办桌庆祝，定迄日做节日。各所在有真济，因为惊犹太人就改装做犹太人。约翰甲这个士梅拿教会基督徒讲，着爱诚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毋通亲像遐个自称犹太人的人，却实际属伫撒旦集团的。启示录第2章第8节到11节提醒，你着写批互士梅拿的教会的天使，讲起头的甲煞尾的。是有个我迄位安尼讲，我知恁伫患难甲散赤，其实你是好业。我知恁有受苦，受着自称犹太人的人的诽谤。我知其实因毋是犹太人，是撒旦的集团。毋免惊你得要受的苦难，你看魔鬼得要将伊伫恁中间过的人下落架，要甲恁考验，恁会受苦难10日，恁着尽忠到死。我会赏赐恁活命的花冠。有耳通通听的，拢着听圣神甲这的教会讲的话。得胜的人绝对袂会受到第2遍死的灾厄。真基督徒就爱会当扛得起这个考验，就亲像耶稣基督面对试探共款。真的犹太人毋是为着要试探人，是来成做这个撒旦的骹手的存在。诗篇122篇，我真真欢喜人招我讲，咱来去上主的殿。耶路撒冷啊，阮的脚已经踏入伫你的门内。耶路撒冷起做一个城，规个城整齐肃配。这的支族就是上主的支族，照着每一个以色列制定的规律，上去遐称赞上主的名。因为伫遐有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庇家的宝座，为了耶路撒冷求和平。愿听你的人拢享受安乐，愿你的城内有和平，愿你的宫内有安乐。为了我的亲人朋友，我要讲愿恁平安。
为着上主，咱的上帝的殿，我也要为着恁来求福气。恳求主的圣心帮助阮，成做一个会通实践真理、用心用人的真基督徒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